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地检署伫个高文提的起诉书写讲，蔡碧如作证有证实，讲档案作者的签名阮就是高文提，但是蔡碧如讲伊无安尼讲哦。蔡碧如讲起诉书若真正安尼写，伊就要去告检调。不过蔡碧如的否认嘛变做检方提出着控告的原因之一，讲这个高文提恐惊会影响到证人来作证。立法院民众党团的主任陈智涵嘛点名这个蔡碧如，讲唔知影代志，莫伫遐做放上头，黑白讲。伫咧草外包围之下，悄悄行出地检署的大门，真无简单，阁恢复自由，恐惊阁有变数。因为检方阁再提起控告，理由中阁较指出，某证人伫咧侦查中拒绝证述，工作抱怨就是高文提。不过证人伫咧高文提交保了后，受放线否认这件代志，可见高文提实质上的权势，恐惊会影响到证人的陈述。就是小沈1500一张，他就问我说：“那你的英文名字怎么拼？”那柯文哲的英文名字怎么拼？有一个 user， 那就出现 WEN。伊讲WEN 就是你拼给我的柯文哲的文哲。我讲你免安尼讲的啊。不过起诉书内底明确写，由证人蔡碧如证述内容，佮有行动硬碟、采证勘验结果，档案作者阮就是高文提。现在我们牵涉到的是非常严肃的司法刑事案件的侦办，不知道的事情不要当大嘴巴在那边乱说，因为这会害人。如果他真的起诉书这么写，我就去告剪掉。姑且不论他这个证词到底是自己记错了，还是他刻意在里面讲，然后被北检故意的放出来，这些东西确实都已经变成了北检的武器。毕竟民众党今嘛是多数之秋，眼前上重要的就是团结做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